阿芝，你有冇玩過星戰遊戲？有啊，我最鍾意星際大戰，一決雌雄。喂，唔好咁大聲，聽日先有人知道。今日第一單，星戰迷有福啦。係啊 Lucasfilm 宣布 Star Wars Galactic Racer 10月6號登陸 PC、PS5 同 Xbox。吓？係跑車 game？係啊，佢係星際大戰宇宙第一隻正式嘅賽車遊戲。係咪同孖寶賽車爭生意？難怪啲星戰 fan 話願原力與你同在。亞科聽日職場都幾驚嘅。點解？Meta 話員工着住佢哋隻 Ray-Ban Smart Glasses 喺工廠做嘢，結果被炒魷魚。吓？因為着住對眼鏡就被炒？係啊 ，Meta 話工廠唔准帶任何可以錄影嘅嘢，員工話佢哋唔知唔俾。所以話 AI 年代乜都唔可以亂。嚟緊，英國政府話要管制16歲以下用社交媒體。吓？16歲以下都唔俾用？話係研究顯示，青少年太早沉迷社交媒體，影響心理健康。但係 Meta、Instagram、TikTok 全部都係13歲就俾開戶口。所以英國話要立法逼佢哋改。你有冇呃過奶？我份人好誠實，梗係有啦。小心啦 ！Instagram 宣布嚴打呃奶同其他 engagement。即係點？如果你撳完就走，唔留 comment 唔分享，個 post 就會被降級。所以我哋要認真 comment 先得。今日科技1分鐘，聽日再見。記得訂閱加開鐘咯。我係亞科，我係亞芝，我哋聽日見。